第7日，為群體代禱，一份休戚與共嘅愛。抵達聖城同各支派共聚嘅歡愉冇維持好耐，冷靜落嚟，朝聖者嘅目光已經轉咗向呢座城嘅城牆同埋宮殿上面，但係佢關注嘅唔係建築物，佢意識到呢座城唔單止係一座城市，更加承載住上帝嘅同在，同埋居住住一班佢所深愛嘅親人同埋朋友。入到聖城，一位真正嘅朝聖者會做啲咩先呢？我哋一齊嚟聽一聽朝聖者嘅歌唱。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說：耶路撒冷啊，願愛你的人都亨通，願你的城牆內有平安，願你的宮殿中有安穩。為了我的兄弟和朋友的緣故，我要說：願你中間有平安。為了耶和華我們神的殿的緣故，我要為你求福樂。詩人喺呢度發出一個迫切嘅呼籲：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聽起上嚟好似有啲矛盾喎。耶路撒冷嘅原意咪就係一個平安嘅城市咯？點解仲需要為平安嘅城求平安呢？咁咪因為耶路撒冷唔係天堂咯。現實中嘅佢係一座擁擠喧囂嘅城市，充斥住政治嘅角力、貧富懸殊，同埋嚟自唔同支派、文化背景各有不同嘅朝聖者。想像一下，當以法蓮人遇上猶大人，摩擦同埋衝突似乎係在所難免。面對此情此景，詩人冇選擇粉飾太平，冇選擇過扮冇嘢，而係呼籲朝聖者們為呢一座城求平安啊！希伯來文嘅 Shalom 唔單止係講冇戰爭，更加意味住一種完整、健全、興盛嘅平安狀態。對朝聖者嚟講，求平安係一個刻意嘅選擇。面對城市嘅裂痕，面對群體嘅衝突，我哋唔選擇抱怨，而係選擇用祈禱嚟到縫合。今日嘅教會好似昔日嘅耶路撒冷，係上主子民嘅家，但係亦都係唔完美嘅地方。處身喺裏邊，我哋好容易將自己切換成一個消費者模式。我哋好似入住旅館咁樣，好挑剔咁樣審視主要嘅設施，聚會流程流唔流暢呢？講員嘅講道精唔精彩呢？關懷嘅系統完唔完善呢？我哋嘅眼光總係聚焦喺城牆嘅裂縫同埋宮殿嘅瑕疵，於是我哋抱怨，我哋批評，甚至我哋
民生退意。然而，詩篇122篇邀請我哋由一個冷漠嘅批評者變成一個熱切嘅代求者。我哋留意詩人禱告嘅動機，為咗我嘅兄弟同埋朋友嘅緣故，我要說願你中間有平安。呢個就係我哋堅持禱告嘅理由。唔係因為呢座城完美，唔係因為呢座城冇瑕疵，唔係因為我哋扮見唔到啲瑕疵，而係因為呢度住咗我哋屋企人。嗰啲曾經同我哋一齊流淚嘅聆聽者，嗰啲同我哋一齊走過曠野嘅同路人，喺晒呢一度。如果城牆倒塌，受傷嘅其實係我所愛嘅人；如果屋企混亂，受苦嘅其實係我嘅同伴。呢一份休戚與共嘅愛，讓我哋嘅眼光唔再停留喺建築物嘅缺點上，而係見到裏邊活生生嘅人。親愛嘅朝聖者，我哋唔再係旁觀者，而係呢個屋企嘅一份子。今日邀請你用禱告托住神嘅家。當你腦海裏邊浮起某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嘅名，或者佢哋嘅樣嘅時候，請你停低，花幾分鐘專注咁樣為佢求平安。主啊，為著呢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嘅緣故，求你讓教會呢個家更加平安、更加穩固、更加能夠承載到生命。我哋一齊祈禱。賜平安嘅主，我為我有一顆容易批判嘅心向你悔改。我成日好似一個挑剔嘅顧客，只係在乎自己係咪舒適，但係忘記咗呢度係我嘅屋企，裡面住咗我嘅弟兄、我嘅姊妹。主啊，願你嘅平安充滿喺我嘅教會、我嘅小組、我屬靈嘅家裏邊。為咗我身邊呢啲同伴嘅緣故，我願意成為守望者，企喺破口上邊，呼求你嘅醫治同埋你嘅建造臨到呢一個地方。禱告祈求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加油啊！聽日我哋繼續拾級而上，向高處行。